乡亲啊，这个6月15是警察节，蒋万安早起专工到万华警察分局，甲警察同仁加油鼓励。甲问讲要安怎来面对着国民党相对较艰难的选区？蒋万安讲选举无师傅，骨力走就有。针对最近有国民党的青年军转到黄珊珊的阵营，蒋万安是老神在在，讲迄是个人的行为。我们万华分局在。蒋万安到艋舺来到艋舺分局替防疫第一线警察加油。其实大家也不要忘了，我们所有的辛苦的警察同仁。6月15号就是警察节，我们在警察节前夕，除了要给予我们警察同仁最大的感谢，也要给予最大的支持。专工找艋舺共党的议员，甲国民党青年团的成员走基站，也过即马听讲，议员初选失败，这个国民党的青年军周家宏，以及本来讲好的要加入蒋万安团队的张焕霖，一直担无市党部安排，讲要投靠黄珊珊的阵营，这点蒋万安讲这是个人的行为。个别的状况不一定能够代表基层的情形。人才是宝贵，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才，我们都会尽量去争取。这刚表示讲要准备台北市的选战啊，只是黄珊珊也是讲退出防疫舞台，较少公开露面，恐惊支持度会拍回原形。另外一边，蒋万安虽然讲伊个人的形象在空战方面有优势，相对较弱势陆战方面，虽然讲台北市各区拢有一位议员代替走行程，点过引起别个议员的不满。行走是选举的不二法门，选举无师傅，骨力就有。蒋万安直接走基站，学对方调侃意思真明。面对潜在对手黄珊珊，伊拢唔敢放松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